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廉政檔案。貪污賄賂案件嘅其中一個特點係作案嘅隱蔽性強，犯罪亦都未必會直接咁導致傷亡，又或者明顯嘅利益受損。所以好多人往往會對日常生活嘅一啲行賄、受賄行為掉以輕心，以為用少少心意換取特別優待，又或者放寬，係唔會損害他人嘅利益同埋引致嚴重嘅後果。但係喺法治嘅社會入面，有錢使得鬼推磨，又係咪真係對社會毫無傷害呢？廉政公署喺2014年接獲某公共部門嘅通報，指派員去到某食店進行油煙檢測期間，食店負責人涉嫌向檢測人員行賄。廉署調查得知，呢個公共部門嘅檢測人員去到上述食店處理有關油煙嘅投訴，並且抽取油煙樣本進行檢測，檢測結果為唔合格。部門於是向食店發出改善通知同埋設定改善期限，並且喺其後再次派員去到食店進行復檢。然而，呢名食店嘅負責人同埋佢嘅配偶因為擔心復檢唔過關會被處罰，於是試圖即場向部門嘅2名檢測人員提供金錢利益。2個人已經當場拒收。食店負責人嘅配偶就趁其中1名檢測人員唔為意嘅時候，將利是放入人員嘅袋入面，最終都係被呢名檢測人員發現。事實上，食店負責人配偶嘅行為明顯觸犯咗刑法典嘅行賄罪，最終被法院裁定2項行賄罪罪成，合共判處1年徒刑，緩刑2年。因為一時諗歪，以為可以走後門避過處罰，結果反而引致更嚴重嘅刑事後果。另外一方面，如果檢測人員接受賄賂並且對食店網開一面，居民就要繼續受油煙問題嘅困擾，政府嘅管治同埋效率亦都會俾人質疑。喺呢度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引以為戒，釋法守法，拒絕行賄受賄。今集嘅時間到啦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